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顶头崩山，影响到双向交通，目前快轮航班代替拢加开班次，要来协助民众交通。经济部宣布，这糖沙拉油天然气加速伫1月底进前未起价，另外汽油伫过年期间继续也无要调。高雄有人举办私人的模型比赛，煞拍死人，对手主办单位也个组场地业者有4个人去向以上发办。后礼拜就来过年咯，不过这物件是偏旧年搁较贵。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指出讲，这菜色供应量无问题，也若讲到鸡卵也会真全力供应。会来协助调度，民众是唔免烦恼这欠粮的问题。另外，经济部也宣布，糖、沙拉油、天然气也个柜台加速，伫1月底进前未调整计效，汽油的部分呢，伫过年期间也无要调。各种菜色百米等民生必需品，拢有机会互促销。农委会甲超市业者合作，打造平价空气价专区。上近今年3月，超市业者也会伫都会区推出平价幸福餐盒。给我们9%利润，可是啊，丢弃的就不止9%，应该要1、2成啊，所以一定是负毛利了。这个我们全力配合。物价起，互民众的生活真有感觉，尤其最近迎接农历春节，农渔特产品的计数拢无俗。甲去年春节进前2礼拜比，今年菜色每公斤35块2，水果66块6，拢比去年悬。毛地土鸡肉计数同款提悬，也阁有去年真欠鸡卵。虽然农委会讲供应量充足。因不过计数也是为55块6，起到67块5。高原物料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涨的前提底下，农渔民一定要有利润，才有办法持续的从事农渔业的生产。在年节前的这1、2个礼拜，每天至少超过2400多万颗的鸡蛋。避免欠粮，阁出现农委会宣示会强化调度。伫这个同时，经济部也伫春节进前宣布好消息：大糖、砂糖、沙拉油，也个天然气参规桶的加速计数，伫1月底进前未调整。那汽柴油计数伫春节期间16至29，也会比较往年起无调、破调的关节进行，希望会当互国内物价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今日通过特别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发予民众6000块的经济共享方案。这草案会送到立法院审议，予发现金有法院依据。行政院表示讲，若准这立法院会当量查审查通过，配合系统的行政，一切若准顺利，上紧伫2月底民众就当收到。若讲到这钱要安怎领呢？目前是分做直接入去你的口座，或者是用 ATM 领。另外第3种就是邮局柜台领现金，有这3种方式。全面普法立清，行政院会12正式通过以后强化经济、甲社会韧性参全面共享经济成果特别条例，其中也达到外籍人士。这个草案会送立法院审议。备卷当时适用到外籍人士的那几个类型。那刚刚也讲了，院长政策指示比照5倍卷办理。那钱按照法，目前当日经济分做线顶申请了后，直接绩效 ATM 领甲邮局临柜顶3方案。进入户头，但是线上问题有个问题啊，像老年人他不会线上，他不会操作怎么办呢？没有差啦，就是不要让物价更上涨就好了啦。学者分析3个方案伫技术上问题拢无大，不过线顶申请接受甲 ATM 领爱特别注意身份认证的问题。那即开放邮局临柜可能会造成排队人潮，建议会当扩大到公共银行也当在帮忙发放。台湾人就是喜欢现金啊，所以说大家都会到邮局去领现金。所以说，如果是真的要发起现金要快的话就是把各个银行至少公库银行通通纳进来签约，然后请他们来帮忙发一发。行政院表示，若讲草案送去立法院会当量查审查搁三读通过，搭配建制系统的行政细节顺利，上紧立法底民众都会当收到现金绩效。要毋过立法院会采取延到19处理，也是农历年后提早开期，也是等到2月新会期才处理，目前也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2653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是落27%。指挥中心表示，这第3波疫情是冲了真紧，而且落也真紧。另外，对中国入境的这旅客阳性率也小可伫咧降，病毒有关是 BA.5 甲 BF.7 为主，目前无见到其他新的变种病毒。
新冠本土疫情有缓和的迹象，新增加2265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降低27%。境外移入有284例，死亡有48例。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成是讲，连做疫情较早降低这是好代志，高峰人数嘛降低会更加好。这几天的这个趋势如果还是持续下去的话，那么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所谓第三波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波段而且它是快上快下它有一个礼拜它上升很快。那上升的快，它下来也快因应中国疫情严重，指挥中心也向准中国入境的人采验状况。初一至初十为中国入境旅客有13481个，检测阳性率是16.9%，比起初一至初七的19%，阳性率有小可降低。初一至初七检测出来的变异株，同款是以 BA.5 加 BF.7是上济，目前也无验出唔知影的变异株。大陆对外界的影响。可能还是要先回到本身国内疫情的一些控制，那后面则是对于这些不管是商务因素或是旅游因素出国这些族群，是否期待了大量不管是突变株里面的一些 XBB 或其他的，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提升一些防疫措施应该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另外，为即马开始到2月15，包括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游民甲身心障碍者，拢总4类弱势民众会当免费领到4剂快筛试剂，一定有180万人会当摕到。台北市这边，我们预计是在1月16号起，针对我们这一波的快筛试剂进行发放。那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可以就直接到他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直接领取。面对疫情，还阁伫高原期，疫情指挥中心提醒，6个月至4岁细汉囡仔有较悬的重症风险。不过目前细汉囡仔注第1剂疫苗注射率刚47%，第2剂疫苗注射率刚24.3%，呼吁家长应该赶紧带囡仔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大清水磅坑南边顶头，昨暗发生崩山，造成双向是无法通车。公路总局也推荐讲，15下晡才会当来拍通。毋过民众和业者上界烦恼的就是这过年期间，被回乡甲观光会受到影响。另外，有立委是趁机会呼吁讲，要赶紧来起这苏花案。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相关的环评也个综合规划拢有在进行，并2032年来完工。乌头机进驻动工，大石料石头挡住去路，工作人员赶紧抽修，为空气卫平勘查。本坑顶面山壁大规模崩起，遍布规个光秃秃，大概1200立方公尺的路石，一日也平落来。土石继续落，周面真危险，工作人员真细致。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大清水崩坑南口，在暗在1点55分，遍布突然崩起。地海更高甲南马空头明隧道有25公尺长。公路总局研判，最近地动，和大理岩盘出现避损，加上落雨侵袭，才造成事故发生。现场喷落的石块还有夹杂混凝土块，那施工时效性不佳。我们预计会在15号的下午17点进行抢通。抢通也个单时间，等于是东部陆路全部中断。也不过春节要到，已经对内地居民开车往来交通便利性受到影响。我来的时候，前面半小时就瘫了，然后警察就叫我不要过去，我就在那边，我就是第一台啊。你看看我们全台湾本岛，就是有花莲、台东。没有快速道路，没有高速公路。苏花公路未通，线路才会当到花东，也和当地旅宿业者烦恼，观光佫会造成冲击。目前来说，其实取消的或者是延期的比例不到5%，但最后我们认为影响的应该会在20%到30%。无论旅游还是回乡，开车只有苏花公路会当行，尤其即摆放期路段，无过是苏花界范围内有立委质疑，像边坡安全规划中央无清楚负责的交代，就连苏花安道路兴建到今也唔知什么时阵。6、7年来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时期跟日程，只看到口号。什么时候要给花莲台东人安全回家的路？我们现在就是全力把这一个苏花案赶快让它完成。现在已经重要规划完成现在我们在审了，然后环评也同步在进行。短期就是继续在边坡再做一些强化。一场崩山事故也和往来花莲的行车安全佮引起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加速推动苏花案完成。即摆放期路段，未来会设计做9.7公里的长崩坑，目前环评甲综合规划拢在进行。
另外，开的新路线并伫2032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顶头放落来，这东部的交通受到影响。公路总局表示，讲替代路线这时会开放中环和轿车走，不过大台车说是无法度走中环，就要行南回，到台北可能要开8点钟以上。另外，陆海空的部分也要加开航班、车班。这个空运是协调入营航空加开航班，航港局协调这快轮导入载车载人客服务。代替的部分是对12下晡开始到15会加开42班对宜兰到花莲的区间快车。送菜车一台刷一台，农民陆续加菜送去集会场，要赶伫12点发车，将蔬菜转运到台北拍卖。因为苏花公路大清水磅坑崩塌，双向交通中断，花莲北运的农产品都必须驶远路。原则上，一大早决定以后，就是都往南回的方向走。那这样这个整个路程大概要8个小时。平常在下午2点半出车的，现在提早到中午12点出车。照原路线行驶，花莲到台北需要2点半钟。不过改行替代路线，会当行台北线中分公路到梨山了后，接第7架线往宜兰，再搁接国道5号到台北，行车时间差不多要3、4点钟。不过大车无法度行驶中环，需要往台东西一大连，行南回公路接国道到台北，差不多8点钟的时间。若做台中同款行台北线中分公路，经大武岭接第14架线。往国道6号，预测时间差不多是4点多钟。中环我们本来现在目前是因为还有灾害，还没有是分时段管制，但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会把它开放哦，在白天的时候会开放中横，那小车的部分可以由中横往梨山或者是往我们所谓的台七甲这个方向去走到台北。除了公路替代道路以外，空海陆嘛有规划增加疏运，空运协调立营航空加开航班，航港局是协调合富快船、台北快船紧急疏运，为花莲港启航到所有。磅坑抢通前，民众拢会当现场领号码牌免费来坐。代替部分是12下晡开始到15，拢总加开42列次宜兰往回花莲区间快车。民众知影有快船协助疏运，也拢赶紧来询问。本来是车子是没办法回去北部的嘛，那现在就多一个机会可以这样回去，蛮好的啦。苏花公路中段，公路总局预估15尾也嘛抢通。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是讲，农产品供需无受影响。对于原来共同运销上北的农产品，改行南回公路，也是转至代替货运所增加运费的专业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进前参加私人道馆所举办的模型比赛，比赛过程却雄雄倒落去，送病医了后，伫昨暗过身。加上前为这主办单位做场地业者，甚至对手拢有责任，会透过司法讨公道。警方也甲这个拍模型的对手，一个主办单位场地负责人，总共4个人，依照过失伤害致死罪嫌含散桥头地检署侦办。初7这天，姓林的查甫人来做赢这间做来私人道馆参加木兴区为主的比赛。现场参加比赛人拢会挂护具上场。第3回合对手出拳了后，姓林的选手跋倒伫涂骹，起身了无偌久就昏去送医，12暗时宣告死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请你们1、2句跟我道歉说，你也不知道事情发生会这样子，这样就能带过了吗？30岁少年的性命到法庭，姓林的妈妈无法度接受，这个主办方对手阻止场地的人拢有责任。姓林的选手的对手、主办方加场地负责人，拢总4个人，警方是依照过失伤害致死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去年7月，新北新店一间木兴区场馆举办比赛，原来有选手去互人争到下海，了后煞昏去，送医了后脑死。教练洪启修讲，民间交流真普遍，不过比赛无规定一定要安怎做。适不适合去从事一个比赛？那怎么再去证明？主办单位怎么再去证明他的身心状况是否可以参加这种比赛？对，我就需要去拟定一下。对于姓林选手死亡这件代志，高雄市运动发展局表示遗憾。不过，这届对拍比赛是民间活动，国家主办单位无属运动团体，也无协会，也无相关的规范，也是规种会当管。类似民间比赛，目前嘛无相关的比赛法源，民众参加比赛进前，也是要谨慎考虑各项的后果。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市长张善政去方北讲，参加自餐了后有啉酒，佮家己赛车去了解这无水的问题。不过张善政表示讲，伊只有斟两嘴仔的红酒尔，而且佮过5点钟才来赛车，伊无啉酒赛车的问题。不过酒驾防治协会是要求张善政就爱出面回实的，唔通真做全国头一个假酒赛车市长。当市长张善政车10透早是家己赛车去看水情，方北出疑似酒后赛车。针对张善政进行回应讲，酒敢若是捌一个喙唇尔。酒后赛车防治协会是批评讲，这就敢若酒后赛车这代志违规者的回答。张市长他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对于自己饮酒驾车，并没有向市民道歉，向国人道歉。对于此，协会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强力的谴责。酒后赛车防治协会表示讲，根据交通部统计的资料，桃园酒后赛车事故造成死伤的人数一直是全国县市的前3名。严格批评市长张善政带头在酒后赛车，要求张善政爱道歉，而且自请处分，马向桃园酒后赛车来宣战，提出防治酒后赛车具体的政策，无就像全国第一个认证的酒后赛车市长。我要特别强调哈，我绝对没有酒驾。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名下跟法定的酒驾的值绝对差很远。针对外界对于酒后赛车的指控，桃园市长张善政强调讲，家己是绝对无食酒了后才去赛车，伊食饭的时阵嘛无啥在啉酒，参会顶悬一杯酒是自头到尾拢无减，但是嘛了解市长的身份，每一个动作大家拢在看，造成协会议律未来更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敢有贿选呢？这民进党廉政会启动调查，议长邱丽丽和副议长林志典拢亲身上报说明。廉政会最后是决议未来司法侦办过程，因2个人若准去防裁定羁押的时阵，就会甲因停权3年处分；若准破获有罪，佫会再开除党籍。台南市议会爆出议长贿选案，那台南地检署侦办中，并且受压真侪人，民进党廉政会也来调查，在暗调开会期。台南市议长邱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就办接受调查，廉政会会后也做出决议。如果随着案情的发展，他们有被检方申请羁押，或者是法院方面有裁定羁押的话，那就先给予停权处分。那如果法院羁押确定的话，那就是至少停权3年。廉政会进一步强调，得瑟当事人做出自请停权的声明。廉政会有缘会依照廉政条例处理。未来2人若发生羁押除了停权，若破有罪，会个进行调查，加更较严厉处分。那他们也是针对我之前提供的一些书面的资料来提出问答。那么因为这个我所提供的资料跟那个内容，事实上有牵扯到现在是侦查中，都是如实，而且都是跟在地检署一样的回答。那检方侦办进度方面，针对刑案诉讼法院请回市议员李文俊部分，提控告成功。台南高分院发回第2经裁，有计13条开拘押庭，另外1名羁押中的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书记提控告是驳回。检察官提起抗告后，业经2审法院撤销原裁定，发回原审。林姓被告对于羁押裁定提起抗告部分，一经法院予以裁定驳回。不过，红社检方后一个目标锁定刑案，议长邱丽丽等人，检方强调，侦查作弊有一定的程序，外界因为关注，加做连续解脱，会影响检方的侦办步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加州对去年的耶诞节假期到达，这大风大雨是一直来。上届新的这阵大水，雨着害47个人，超过2200万人等在做大水的境界当中。而且真侪所在是失电、车路崩塌、水泵线等等的灾害。照目前这款的灾情来看，全部的损失加灾害了后的清理费用，可能要开到美金10亿元。
加州首府沙加门度市伫少年线太平洋大风雨的影响，一寡所在到10亿拢淹浸伫水内。加州新年一日开始，即届强烈大雨是由强烈低气压形成的炸弹气旋，甲为海洋数百水汽的大气河流所产生的强伴效应造成的。部分所在落超过610公里的雨量，停电、道路崩塌、崩山这的灾害真济。滨海正出名的海波度假地点圣塔芭芭拉、圣塔克鲁兹这的所在出现真大的海涌。湾海主题区商店街严重受损。州长纽森车站地在区卡皮托拉视察的时阵表示，这届大水雨拢总至少撤离34000人，证实已经有17个人不幸死亡，超过2200万人拢伫大水的警戒范围。更较害是厄运敢无停止的迹象，这个拜六开始到18，一定会阁有几落届大风雨会到。加州才拄度过3年的酷旱，即摆又过少年线拄到大水的侵袭。纽森是讲，这就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恶果。The dries are getting a lot drier the last 3 years, and the wets are getting a lot wetter. This weather whiplash is that new reality. 这个冬季少年线几届大水雨，对加州20多年来上届严重的酷旱，是毋是有挽回作用力？科学家的答案恐惊会互真侪人失望。科学家是讲，这就要几落年超过平均大的降水量，才会当互水库的水位转来到健康的水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就是本地派专家才会去出外去拍拼。美国顶礼拜宣布新的移民政策，逐工开放3万个来自海地、古巴一寡国家，透过坐婚姻机方式合法入境移民，目的是要防止违法对美国墨西哥边境入来移民人数降低。海地民众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大家三钱去办护照，甲这移民数是客甲甜满满。驻港的移民署外口是一堆人伫遐，为着维持秩序，移民署办公室是甲铁门诱落来，每一摆敢若开一旁，互一个人入去到内面的人早就客甲满，因排遮长，目的敢若一个，就是要办护照，方便后壁来办美国签证。拜登政府顶礼拜宣布新移民政策，逐工要接受3万个对海地、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来的移民，申请人爱通过安全审查，以合法定数坐飞机入境。另外，美国嘛要有经济担保人，生活嘛，互想要来美国的海地人搁较侪。On dit environ de 4 sœurs États-Unis qui citoyens. Moi gagné qui me porte 13 nièces et neveux qui citoyens. Moi ça fait, moi venu pour me faire plus rapidité pour me capable passer ma joindre passeport. 海地最近几冬的情势是真安倒，自从2021年总统摩伊士洪暗杀死亡了后，政治腐败，恶盗嘛四界作乱，绑票讨钱变作太子港的日常，少年人只好离开去讨生活。OK, moi mon pays qui va fonctionner, mon pays côté, yo pas ba mon respect côté yo pas valoriser jeunes. Moi pas dit que pour tout jeune qui était pays, non mais moi-même me choisi pour me prendre décision parce que faut me vivre. 预办护照的民众实在伤济啊！规个定数唔若是浪费时间，贪污的弊端嘛开始出来，想要较紧摕到护照，都要开2倍钱，甚至是搁较悬的费用。但是就算爱付出搁较济代价，海地人共款无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达成美国梦的机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人讲新生源主人福，若做医疗体系无落家己斗3工，只好回去食家己啊！这中国疫情是当日滚价非常严重，不过相关的资讯却拢无对外公开。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着遐尼低的死亡数字表示真烦恼，要求中国就要公开更较侪疫情的数据。不过真侪大都市以外所在，医疗资源量仍是真不足，真侪人敢若会当靠家己。中国顶个月取消清零政策解封了后，疫情快速脱开，真大贫富差，互农村偏乡陷入困境。安徽省都州这间病院拢招是老人患者，座位顶悬也有真侪人伫住大堂。330万人的帮补四周围农村，敢若小诊所、药品加快筛剂早就用完了，村民只好家己想办法。没测就给俺怀疑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还不知道的，都状况都有，都讲是就这个病。有的人发热一贴吧就好了，我们稍微严重点。你就买不着退烧药，
都是感冒药。小诊所医师甲发现社记者讲，家己顶个月一天工作14点钟，增加10位患者排到室外，当前敢会当送去大城市。不过在顶一届疫情高峰已经完符，中国官方不愿意对记者公布染疫甲死亡数字。伫这个同时，因应春节前后人口大量流动，农村市场开张，增派医疗瓦斯、顺惠、河南、陕西等各省基层偏乡提供发烧门诊、检查配药啊、送药啊一站式的服务。WHO still believes that deaths are heavily underreported from China. 中国解封了后，疫情无透明，官方的数字无法度照实反映现况甲冲击，世卫组织真侪界表达烦恼，因为北京对新冠疫情死亡比例定义伤严，即嘛需要鼓励毋是主动公卫体系医师通报，呼吁中国对春节期间疫情的变化公开透明。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COVI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really understanding the breakdown and the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hospital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ICU capacity and the burden in terms of intensive car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ose COVID-related deaths. 对这代志，中国官方专家是讲，大流行期间重点任务是救治，目前无必要追究每一个病例死亡原因。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今仔是国防部过年加强战备的第2天，就头一届公对外来公开这个海军的玉山军舰内部设备，那这顶头有健身房，还有病院会当伫顶头做手术，船舱还会当放登陆艇进行登陆作战，现场也演练直升机起飞下降。另外，海军陆战队也进行实弹操演，演练滨海城镇作战，加入国军当去推动的实战化射击。S-74对正面来，这么大的普鲁佩达声音嘛真大，驾驶要准备进行直升机的起落弹，对到机师嘛要靠玉山军舰官兵的指挥。飞行员除了仪器辅助外，靠的就是指挥手势与彼此间的信任。讲无过年加强战备操演来到第2天，重点是第一摆运用当地成军训练的玉山军舰。玉山舰是国造万动两栖船雾运运输舰，平常是负责运补运输内部设备真侪船，有连马房、诊所、气科室，会当支援救灾、人道救援，导引战备员伫船顶直接手术，佫会当添登陆艇。最主要的任务为护送2栖攻击部队、特遣部队实施登陆抢滩作业。线上的武力一切以自我防护为主。玉山舰除了会当帮助投放兵力，本身嘛配32粒海剑2防空飞弹，7粒风电快炮，防空火力加强。另外，海军陆战队嘛开始滨海城镇战，一个 V7突击车模拟抢滩登陆，发射火箭弹精准着目标。一开始我们有各种姿势的射击，移动中射击。2发射击以及在移动中故障排除，这些都是跟以往训练最大的不同地方。这摆实弹操演是加入国军积极推广各部队的实战化的射击，嘛抗日官兵受伤使用指挥大的战伤救护，对员帮助暗坎脱困，用实战提升部队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天气是真好，不过拜六下晡开始佫变天热。这气象局表示讲，这届温度一降就会来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气温大概会降到12度左右。而且西部的空气品质无讲介好，提醒民众出国进前就要做好准备。这几天天气真热了，北部甚至来到27度。不过，这款好天气连面就要有变化。气象局表示，拜六开始锋面接近，把冷气团吹落来，全台湾拢有落雨的机会。在14号的下午之后到周日，有一道锋面接近哦，所以整个北台湾，包括北部跟东北部降雨是比较全面的，有短暂降雨。其他地区呢，降雨也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周六的下午，锋面通过之后，是有一波冷空气南下，冷空气的强度是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所以在北部的这个温度低温是下探到12度到13度哦，甚至连中部地区的低温也有机会来到12、13度，空旷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另外，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西部局部地区能见度无啥好。针对山顶流传一张空气品质伫台中彰化出现一条界线的图，气象专家边启明解说，这是空气品质测站的坐少所造成的结果。
最主要呢是台中的这个PM2.5，就是所谓空气品质的测站，这种空气盒子非常的密集。那彰化相对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这边看起来呢就黄黄一片。大致上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到了苗栗火焰山以北。大概就是说是属于东北季风型的天气，那如果火焰山以南就属于背风面的天气，所以这样的图呢，其实代表说，其实到了冬季就典型的中南部空气污染就特别的严重。西部空气品质无好，佮拄到降温落雨，提醒民众出门要加做准备。记者麦上营曾俊由台北报道。台积电举办2022法人说明会，去年第四季有赚2959亿，全年的得利呢有超过1兆，受到这库存调整影响，今年第一季营收会落落去。不过总裁魏德嘉表示讲，这半导体产业景气可能伫咧今年顶半年坐底，落尾后半年就要大大变好啊。湖北新山台积电10日是举行线顶的发税会，公布去年第四季财报税后的盈余2959亿，每一个月盈余11.4亿元，毛利率是超过预期到62.2%，盈益率是52%，全年税后盈余是破掉，但是受到库存调整、消费较歹影响，今年第一季的营收会落落来。Inventory correction happened to be the most severe one, and so the end market dropped more severely than we thought. 台积电表示讲，目前3奈米的产能是规个满载，按照今年第三季开始会贡献伫个营收数字内面。针对半导体景气循环的问题，总裁魏德嘉认为，半导体景气会伫第二季一个时间到底后半年回温。And we did see some inventory reduce sharply, recently,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so to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So that's why we say we have confidence that in the second half the business will rebound. But is that a very strong V shape? We didn't know yet. But certainly it's not a U shape. And we expect 2023 to be a slight growth year for TSMC. 面对2023大环境是同款歹，宏基的董事长陈俊成参加论坛嘛讲，今年看到真侪普色西牛同款伫咧。就是原来因为 QE 等等的问题造成资金泛滥，那当然还有战争会造成每个人的影响，中间高科技业大概会首当其冲。陈俊成认为，景气循环之下，科技业受到的冲击是上大的，业者要有心理准备，家己想办法来找破口。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台北市今日宣布通过民生纾困金方案，每一个台北市民会当领到现金6000块，而且部分老人囡仔是散车或者是好业，只要是1月12进前户口设伫咧台北，就会当领到，总预算差不多爱开12亿7000多万。民生纾困金自治条例，本席宣布3读通过。新竹县台北市宣布民生纾困金正式通过。民众只要在1月12日下午5点进前，或者设在台北市，向当领到6000块。有民众是听到消息，赶紧去刷户口，户政单位连面电塌塌。2点多的时候收到消息是说，如果迁户口的话，就是可以拿到6000块。那因为我的户籍一直都在台中，那其实住竹北已经住很多年了，那想说迟早都要迁回来，就赶快迁回来。那有没有打算怎么用？拿来养小孩啊。台北市长表示，考量疫情期间各行各业受到的冲击，为了消透市民的经济压力，再加上台北市财政稳定，所以决定发现金给全体市民。有很多的三明治世代的市民朋友，上面有长辈要照顾，那我们下面呢有孩子要教养，甚至还有很多的台商朋友受到无薪假影响的市民呢，都跟我说日子并不好过。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防疫振兴金的发放，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政府对大家照顾的那份温暖哦。目前户籍在台北市的市民有21万人左右，按算要编列12亿7000万的预算。过年了后，会进行相关作业，希望2月开始，市民就会当领到。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人行道的砖仔铺白平，实在是真危险。伫高雄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伫2016年3月时阵，经过高雄三民区阳明路的人行道，去踢到这路面的砖仔含排水沟的管，落尾跋倒头去弄到路顶。
即马伊是真严重，规个人是袂顶袂当。一审是判这市政府着爱赔偿，毋过市政府搁再上诉，二审法官认为即个查甫人会受伤，市政府着爱担起责任，所以判市政府着爱赔予民众775万，专案也搁会当上诉。骑脚踏车行伫轻轻骑骑的林行道，南同二公即个状况已经一冬外，骑脚踏车危险含行路捌互家己跋倒，嘛有煞阿婴仔车民众认为林行道伤过轻骑，甘愿行马路。这样子骑，然后每天走路，有些手脚还会扭到，像那个坑，我很常就会像这样扭到，就脚会往外弯，然后还扭伤过，然后就我从国2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修，很困扰啊。就是路上凹凸不平。哎，就是这样啊，这里就走下面比较平。林行道管街落差的状况，常常看到民众破完的地点，另外一边，伫个三民区阳明路甲阳明路296巷的路口，嘛伫个2016年3月的时阵，因为路面有3公分的关节差，倒伫一名男子跋倒了后，弄到路顶的基座，四肢瘫痪，要求搁赔。这是等于现场落差还搁有伫的。专案一审，市府败诉，就要赔232万块。市府甲男子拢上诉，男子对家要求要赔医疗费甲就医交通费。二审的法官认为男子受伤甲市府过失有因果的关系，判市府要加赔看护费等等的费用，拢总775万，专案会当上诉。跌倒之后跟撞击点跟他救护车救急的地方，它整个是3个地点，它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光我们现在正在研拟是不是要去做上诉。市府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但是男子指控有3公分关节差的地点，甲路顶基座有一寡距离，常理来判断跋倒无一定会当弄到，加上伊无法度提供完整的举证的资料，啊，佮嫌疑敢要来上诉。记者王刘婷、赵宽给我们报道。南投一集直升中心统计，去年全台湾这山疗吧货车肇事案件着31件，南投通报14件，标列11件，是南投头一届超过标列纪录。而且假期也出现头一站教师就好意外。直升中心研究团队是认为讲，有可能是这山疗吧的族群活动范围变化有关系。去年10月27日，南投竹山的产业军事大道发现一只已经予落杀死亡的大只石虎，这是去年南投县内第14件石虎被落杀。就这直升中心统计，去年拢总接到770件野生动物救伤事务，其中石虎落杀占31件，这项纪录除了平2019年的上悬纪录，也比去年2021年加7件。是在有一些路段觉得不大可能发生的点，其实我们认为有一些前面的其他原因造成石虎在那个地方被路杀。根据统计，去年度伫南投县内有14件石虎落杀，石虎出现的热区苗栗县是11件，这也是这项统计中南投头一摆超过苗栗。研究团队表示，为南投落杀案例增加，甲家己出现头一个减判甲族群数混乱有关系。确实，在南边的族群，我们认为已经有开始个体可能稍微往外扩散。那扩散的时候，确实在我们的边缘区，也就是石虎过去为什么没有办法分布的地方，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风险路段。那这个路段就可能造成石虎它的路杀风险更高。直升中心进一步分析，南投石虎落杀件数明显增加，推测应该是石虎新的成年个体向外山顶档欠经验释放落杀。石虎它的活动力跟活动范围比较广一点所以效果在目前为止还有待精进。南投县府表示，目前伫落杀节区的第16线直接通往水利路段，拢已经设置告示提醒驾驶人，也会甲公路总局研究加长防护网甲生态浓度设置，降低落杀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过年前后呢，这农地休耕，农民会种油菜花来自肥，因为伫花莲台东会当看到规片金黄色油菜花，所以因为明年旧历是闰二月，民众爱赶伫咧过年进行布产，所以今年过年看袂到这款美丽景致咯。几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吸引游客来参与翕相，有游客也会顺续买一寡油菜当厝煮。即摆游客来花东拄好会当看到公路两边金黄色油菜花海美景。不止看这个油菜花，我们还要去把那个白玉萝卜，黄澄澄的一片，像
黄色花海、金黄色的花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来个拍个照啊。永年花灯唱歌这种美景会维持到过年后，不过今年大部分的农民可能会提早把油菜花放入田里。因为农历这开今年有闰2月关系，农民烦恼过完年早放田菜黄啊种出来稻啊发袂好，即马都要放田变土，甲黄啊炒好。有一寡田已经看无油菜花海的美景。每年爱经过大树前后，大树前后，所以讲伊的价格贵啊，你一贵啊，无比我愈较歹。农民是讲，可能还有部分准备收景的田较慢翻土，油菜花也看得到。不过想要看到几大片油菜花海景观，可能要赶紧伫这礼拜来花灯一逝才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殡葬处也爆出弊案，这殡仪馆甲火葬场的公务人员涉嫌收这业者的红包，违体会当代成体来处理。检调站开始调查，约谈26个人，落尾13个公务人员一个去互社阿检见，其他的人是10万到20万不等，叫因交保。原来业者计共12个人，2个人交保，其他是请回。少年抓获廉政官是带转去地检署复讯，全庭拢无讲话。因是殡葬处公务员和殡葬业者，拢总26个。11是互检方搜索约谈，因为新北市殡葬处是爆出弊案。被告等4人则是这个市立殡仪馆的这个临时人员，那他们也长期收受殡葬业者的现金。那作为遗体进馆过程顺利的这个对价，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公务人员对于职务上行为收受贿赂罪嫌。殡葬业者互发现讲用红包去买通，每一摆是几百块到上千块。除了有4个殡仪馆的临时人员是涉嫌收钱超代志，火化场的实行班长等9个人，嘛对2020年开始，互特定的死者家属享受特权，配合伫特定的时辰入塔来安置。互遗体大成火化等等，13个公务员，一个互生涯禁见，其他是10万到20万交保。另外业者拢总12个，有2个人是1万和10万交保，其他请回。系由本府殡葬处发觉，主动移请政风处查证，发现确有部分同仁疑似有违反作业规定，因此决定将全案移请廉政署来侦办。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一定要力求勿忘勿重，那杜绝相关的一些不法。新北市府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检方嘛甲专案是对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不过像这款案件过去伫台北市殡葬处嘛小连续发生，后壁红包文化敢会安尼就扫了，恐惊是无遮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有10个里因的守望相助队，因为里长换人，真侪队员退出。以台中第2区来讲，这英良里和西英里可能爱改善，或者是暂停运作。里长是真无奈，讲这人是真歹招。市政府民政局也表示讲，会请区公所来斗协助。来到台中第2区西英里的守望相助队，这部队内面空，随落车真久也无出动啊。新上任的西英里长罗文平表示，本地部队内面有40个人，不过选举了后，真侪人退出，即马只剩14个。找人当然头痛啦，因为千头万绪嘛，万事起头难。现在目前有几位新队员报名，但这是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啦。愿意留守的，都偏向比较中立。虽然外口有打找人公告，不过到今也未照教所规定的35个人第4波都运作。里长表示，面对着队员年纪渐大，还有选举等等因素，开始有人退出，重新找人就要开真侪时间。同款伫第2区的英良里，因是面对爱改善的问题。无奈啊，因为是他的选择嘛，他主动嘛，阮被动嘛，伊要改线是伊主动讲要改线。阮敢有法度？虽然里长表示会和地方人士中心招募，不过要随上线，确实面对着真大困难。台中市民政局表示，目前台中市有10个里，因为里长无连任或者是队员退出，有意思想要来申请改善。除了尊重地方的决定，也会请公所来协助运作。区公所协助宣导或者是辅导，推动里守望相助队的运作。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因为过年伫要到啊，民力正做补足警力的重要资源，也因为守望相助队是地方主导来成立的，市政府会了解原因了后，也会清算这资源，互因协助甲运作。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世界有名的耶诞老人村是伫咧芬兰的拉普兰区，也因为这是地球上界北边铀矿甲金属工业的集中地。不过这寒天一到就会落大雪，无适合搁在铀矿。当地就一间铀矿公司就想出一个办法，推出赏雪的旅游行程，顺续带这游客乌水钱。对英国来拉普兰省市艾伯尼斯一家伙仔，手提鸡丝裤伫咧涂骹起起哭哭一直讲，虽然查某囝站起来，行去妈妈身躯边，等讲伊找到这。This one is so big, it's my favorite. It's kind of like a crystal. 伫咧拉布兰区皮海洛斯托国家公园，总面积16公顷的这座矿山，内面运作的保障是21年前形成的。热点时阵进行商业采矿，挖出来保障拢提供予艺术家甲珠宝商。不过到了12月开始落雪，雪质甲正高，无适合工作，采矿作业会暂停，一直到天气较烧热。这个时阵拄好是冬季的旅游旺季，矿山公司就办乌积水钱的活动，伫正温暖的茶气的矿场内面。有专人讲解矿山历史，佮教你安怎用鸡丝现场挖宝石。你伫现场挖出来宝石，只要大水无超过手盘，就能免费炸断去。不过一个人限定一粒。Every visitor, all the visitors, they kind of one amethyst. Of course, there's some rules like that. One amethyst, it has to fit inside for your palm, so it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 huge one, but one stone. 这项国家公园内面挖宝的活动，自1980年代开始，每年拢吸引2万到2万5千人来参加。不过疫情期间，因为有旅游防疫限制，游客人数减正多。今年情形较无同，矿山公司估计会让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应该会有3万5千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要1年啊，这无水无电含一直有空袭警报生活，互民众是生活乱糟糟。其中有一个9岁查某囡仔，伊是希望争做奥运的体操选手。就算这战争影响到环境，又愿无放弃，一直咧打拼，希望拼到奥运金牌。想要争做奥运的冠军，已经毋是简单的代志。即马佮拄着俄乌战争，伊话定定上课上到一半，就忽然间空袭警报，伊只好秘伫地下室避难，等结束了后才转来练习。但是问题来啊！Просто когда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мы размяты, и когда мы спускаемся в подвал и поднимаемся, то мы уже не размяты, и нам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 разм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том будет меньше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отработать сво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еред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ми. 伊话嘛承认讲，伊即马和较早的状态是有差的，但就算环境遮尔歹，伊嘛无想要停落来，决心要对奥运冠军这个梦想一直行。联合国警告，乌克兰即马会使讲所有的囡仔大约700万个，是爱面对无水、无电、无烧气的状况。即马战火无停，气温阁一直降，因的生存嘛拄着阁较大的风险。公司新闻陈文兴编译。巴黎地铁站常常会当看到这街头的艺人，无论是唱歌或者是演奏，因拢是真厉害。因拢是由这地铁公司定期遴选的，着一位穿着这新娘礼服的街头歌手，伊也是头一届入选来遮表演，伊是希望带予这通勤者一个梦想。街头歌手艾丽贾德洛穿了白色的新娘衫，摸着吉他，伫咧小小过列车，也个无用要上班的人中，开始伊伫咧地铁第一场表演。Ici, là, c'est vraiment l'utilitaire en fait, le métro. C'est différent. Il y a moins d'espace pour rêver et c'est pour ça que c'est intéressant d'être ici. Pour un peu apporter du rêve, quoi. Je trouve ça intéressant. 地铁站内面的人客来来去去，无一定会停来听伊的歌。因果嘛有人听到了，脚步放慢，甲伊翕相，对伊微笑，比手势鼓励。Pour moi, de toute façon, c'est toujours un plaisir de voir les gens qui, comme ça, ils sont heureux, gais, ils font de la musique, ils nous font partager leur musique et donner de l'humour dans les métros. 巴黎地铁表演者拢是由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甄选，发予因许可证，会当自由表演，数量有几落百人。6个月换一遍证照，确保表演的水准。阿丽参加顶一遍的甄选，顺利过关，开始的音乐路。
Absolument, absolument. Il faut vraiment imaginer et penser est-ce que cette personne va être appréciée par le public? Est-ce que ce qu'elle chante, c'est aussi quelque chose qui peut véhiculer un message? Est-ce que sa voix peut être aussi appréciée? Est-ce qu'elle a du charisme? Donc, moi, ce que j'aime, c'est créer des interactions avec les gens, pouvoir toucher au niveau du regard, qu'il se passe quelque chose. Donc ça,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sais faire.艾莉以前定定伫咧文艺气息正高的蒙马特区圣经堂附近的路的演唱，伊的新娘衫真有特色。伊讲吉他优点就是行到倒唱到倒，无论是所在较远的地铁站，或者是户外的文艺空间，拢会当甲观众互动。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英国的研究团队发现，讲对超市买来有塑胶包装的食材，这内面的塑胶有粒仔的含量是平传统市场无包装的食材是加7倍。食塑胶包装的食品一年，等于是甲2个塑胶粒仔食落去腹肚底。单顶菜真侪食材，拢是准备要做行规大餐的材料，一半有塑胶包装，另外一半无。研究人员靠细螺开始拆包装，将食物菜伫咧盘顶放入去微波炉煮。这款食材拢是每年圣诞节真侪家庭拢会煮的传统餐点。英国的普兹茅斯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这款有塑胶包装的食材，塑胶微粒的量比传统市场无包装的加正多。And we found 7 times more microplastics in the wrapped dinner than the non-wrapped dinner. So we found about 55,000 particles in the non-wrapped dinner and about 230,000 in the wrapped dinner. 医学研究人员已经伫咧人类的腹内、血液、肠道发现塑胶微粒，不过也无法度知影对人体有甚物危害。不过若呢继续逐工食塑胶包装的食材1年，差不多是1年甲2个塑胶粒仔食喺你的腹肚内。If you were eating an equivalent wrapped dinner every day for a year, you'd be eating about 10 grams of plastic. That's the equivalent of 2 of these a year. 因为塑胶本素伫咧降解过程中会产生塑胶微粒，是造成海洋污染的凶手之一。科塞罗博士讲，真侪人就是讲，只要无食海产就袂食到塑胶微粒。不过其实即卖空气甲土壤也有真侪塑胶微粒。There are likely to be some microplastics that are falling on here, onto the food that we'll be eating. But also if you look at the agriculture, the plasticulture, which is the amount of plastic that goes into our farmlands, there are huge concentrations of microplastics in our soils. In fact, more than there is in the ocean. 专家估计，全世界塑胶的生产量会伫咧20年内并倍成长，到时流入去海洋的废塑胶的数量，也会伫咧这段期间内面增加2倍。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